Hello， 大家好，我係 Florence 老師啊。今日咧就希望可以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咧一啲發聲技巧嘅 tips。咁接下嚟嘅時間咧，我哋聽一聽一個片段啦，係嚟自我最近一個學生嘅一個演唱。咁呢首歌咧係嚟自 Aline 嘅《有一種悲傷》。Well, I might get that too. I like to sing because it makes people happy. Rolling in the deep. Wow. Come on. Rolling in the deep. Hello， 大家好，我係 Dr. Steve， 你嘅 talent 值得被世界看見。有一種悲傷，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過往，陪伴我呼吸，決定了微笑模樣，無法遺我哋可以感受到，呢位學生唱嘅時候咧，好似聲音咧個發聲位置唔係好統一喎，同埋咧到高音嘅時候咧，好似有啲唱唔上去喎，音準咧亦都係有少少唔穩定嘅。咁其實咧，通過呢一個情況咧，我哋可以得知，主要咧就係佢嘅發聲位置嘅原因啦，嘴巴咧冇打開去唱歌啦，亦都係咧好多咧更加係有個習慣就係用呢個喉嚨嘅呢一部分呢個區域咧好緊張咁樣去唱歌。咁所以咧，其實咧，如果係針對呢一類嘅問題啦，我哋咧可以通過一啲咧呼吸嘅訓練啦，同埋咧發聲嘅訓練啦，去好好咁去解決啦。咁首先咧，第一點咧就係關於個嘴巴啦，同埋唱歌嘅時候咧，盡量打開少少去唱啦，同埋咧其實咧可以笑住嚟唱嘅，因為點解啊？笑住你蘋果肌咧提起嘅時候咧，其實呢度咧有一個支撐點嘅，你會令到你嘅聲音咧更加集中咁樣唱出嚟嘅。假如係我冇打開嘴巴嘅情況下唱，你聽下個效果同埋打開咗嘅效果。有一種悲傷，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過往。OK， 第二，有一種悲傷，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過往。咁好明顯咧，我哋第二種嘅唱法咧，嗱，我嘅面部肌肉即係提起咗，亦都係嘴巴唱嘅時候咧打開咗好多。咁好明顯就發現，聲音好似集中咗喎，聽起身都大聲啲喎。其實呢一個咧，亦都係一個好好嘅，令到咧你嘅發聲位置咧往上提啦，盡量減少咧呢個喉嚨呢一部分嘅壓力，令到佢唔緊張，亦都可以咧更加好咁處理咧高音嘅部分，或者有時候啲咧更加有難度嘅歌。咁相信咧好多同學仔咧仲未一下子咧掌握到呢一個我點樣去提升我嘅位置啊？好似好抽象喎，老師。咁接下嚟咧，我覺得有一個練習咧係非常之好，可以令到你可以去揾到嗰個感覺。我哋首先唱呢，咁你就可以感覺到咧，你唱呢嘅時候咧，你鼻哥咧呢一個位置咧有少少震感嘅。呢，最好嘅話咧，再抬一抬起你嘅蘋果肌啦。呢，咁我哋咧將呢個呢咧融入去啱先我哋嗰首有一種悲傷入邊啦。OK， 你感受到咧每一個音咧其實都係喺呢一個區域入邊咧出嚟嘅。咁我哋試下將呢一個嘅感覺融入到唱歌嗰度。有一種悲傷，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過往。咁聽起身咧就會更加穩定好多啦。咁通過咧一節課嘅課堂訓練咧，我亦都係將呢個方法咧傳授咗俾我嘅呢一位學生啦。咁我哋一齊聽下佢 after 呢一個訓練之後，佢嘅聲音有冇改變？我不羨慕太陽，照不亮你過往，有些黑暗，我們都一樣。Hi everyone, thank you for watching this video. I hope you like it.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If you want to learn to sing better or sing like Celine, go to singandyou.com and check it out. Bye-bye.
叶家长也跟我说，就是在外面学了5年，好像是在我的课堂里面学3个月的时间。